今日嚟咗安秀苑單位倒車，單位面積392尺，已經提前設計好裝修方案，一起睇下。個單位全屋間咗2間房，輕車原木風格。客廳用水紋玻璃門間一個細房，房間內做3尺床連衣櫃，仲有個書台。玻璃門保留反客廳自然光。之後主人房做全房地台，油壓床係4尺，連埋梳妝台加衣櫃，原木色搭配白色，很溫馨。客廳進門做獅字櫃同用餐區。之後廚房門口擺雪櫃，廚房內就正常做 L 型櫥櫃加吊櫃。最後廁所全包重做加一組智能鏡櫃。全屋偏奶油原木風格，櫃門用藤編門搭配，成個空間溫馨又高級。